大日如來，有冇中意呢種款式？仲要飄住綠花調調嘅呢個，見唔見啊？嗱，係飄着綠花嘅圓牌一個，有冇中意呢種款式嘅姐姐？嗱，有中意姐姐睇過嚟啊！嗱，有喜愛姐姐睇過嚟呢個款式，有喜歡有愛嘅姐姐嚟拍。好靚啊！佢呢個有冇中意呢種款式嘅姐姐們？好特別啊！呢個你睇個裝幾靚，見唔見啊？嗱，戴呢個小冰咁比較溫潤啊，成個大裝仲有個半套手，係嘛？成個大裝都晒乾淨淡淡嘅，帶住呢個飄綠花咯，做翻個圓牌一個，雕住一個大日如來嘅一個佛咯，係嘛？坐住喺個蓮花座上邊啦，成個係嘛牌環山繞住，做翻一個山水嘅，見唔見啊？有松樹啦，有石啦，嗱，好靚啊一個，見唔見啊？每一個好有層次感啦，成個雕工工藝線條感都好精緻。嗱，想要呢啲款式嘅自己嚟拍。佛咧係嘛？大日如來嘅佛，萬佛之尊啊嚇，代表有光明、智慧、慈悲嘅，可以驅散我哋嘅煩惱、安神嘅一個佛啦，安神佛。嗱，屬於一個陽啊同埋姣嘅，可以去佩戴，更加適合去戴啦，更加適合去戴。屬陽嘅，屬於一個姣嘅姐姐們，更加去適合去戴呢個咁樣嘅大日如來咯。職場人士嘅、經商人士嘅去戴翻佢，搭埋有一個山水畫。更加係嘛生意上嘅更加上升啦。嗱，想要一種款式嘅姐姐嚟拍，屬一個咁樣陽姣會比較適合上班族創業者去帶翻個山水畫，同埋呢個配埋一個山水畫加一個咁樣嘅大日如來佛咯。想要嘅姐姐嚟拍呢個款式，呢啲嘅23213價錢去到。呢個價錢係幾多？675蚊，675元。哇！呢個好值得去入喎，呢個好值得去入喎。山水嘅一個如來佛圓牌啦，但有啱嘅姐姐拍啊，屬一個屬性。羊孝子去佩戴，你哋想要話嚟拍呢個款式。佢呢個好睇啊，睇個裝係好腰噶，見唔見啊？啲裝勾間尖嘅腰，但係飄住綠花嘅，飄住綠花嚟想要嗰種圓牌式嘅飄綠花嘅咯，綠調調嘅去揀呢隻呢個價錢去到675蚊，價錢675蚊。嗱，想要自己拍啊！成個起晒冰咁啊！見咩啊？成個起晒冰咁啊！670蚊，675蚊，675蚊，675元，價錢係675元。呢啲嘅23213價錢去到675元。Hello JC 姐姐，歡迎你入到嚟直播間，因為有好多沉香啊！你有冇買過沉香啊？想有沉香嘅姐姐睇過嚟。嗱，你哋想入沉香嘅睇過嚟啊！沉香個款式都好睇㗎嘛，啲沉香。想入沉香嘅姐姐嚟，嗱，佢有一個沉香嘅平安扣，唔見啊？成個紋理油脂感都好靚，成個紋理油脂感都好靚。你哋想要咩款式嘅可以同我講。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然之後我哋再上下一個啦，仲想要咩款式嘅姐姐們可以同我講喎。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歡迎點菜支持點菜，我想講一個款式好靚，全紫啊！有冇中意紫色系列嘅？哇，好靚啊！大嘅平安扣，哇！呢隻仲好睇，啲大型嘅，呢啲大型嗰啲戴到靚哦，呢啲大嘅平安扣，大嘅先戴得靚啊！啲款式，咦？呢隻好難扣，見唔見啊？大件嘅戴到仲靚啊，仲大氣，更加大氣款式。更加大氣款式。
比較難靠啊呢個。嗱，想要咩款式嘅自己嚟拍，見唔見啊？哇，好大氣啊！佢個款式，你哋去拍呢隻款式，直接咁樣咯，這樣更好看感覺。去戴啊！呢個款式好睇，杏膠紙你睇顏色好濃啊！有冇中意濃色系列㗎？平安扣，然之後佢一個咁巧添，仲要10個巧度啊，一開2度，闊到40。有冇中意呢種款式？濃嘅好裝好腰，你睇濃紙嘅一個平安扣。有冇想要濃紙系列嘅平安扣？想入濃紙系列嘅平安扣，你揀呢隻。個裝又腰又搞巧裝，我睇下個裝幾細。後絲要以紙為主咯，以紙為主一個平安扣大件嘅一個。嗱，裝幾腰幾細，完全你見唔到啲面感啊，係嘛？花晒開嘅一件啦，見光唔死嘅紙，顏色又較濃。嗱，中意大件嘅平安扣可以揀個。姐姐們點點菜，想要咩款式嘅姐姐們點點菜，呢個上編號先。哇！呢個咁大件價錢好靚啊，780蚊，780元。你想入嘅話，你拍一個啲啲嘅23214，價錢780元。嗱，啱嘅姐嚟拍一個好靚啊，龍紙嘅一個龍紙嘅一個平安扣，大嘅一個。你想要平安平安安7日平安，同埋呢啲去搭衫都好靚。佢搭衫都好靚，大件啊嘛，佢呢個唔晒啊嚇，23214，所以我就話大件嘅去搭